白玉堂竟然搞一个人来到开封府撒配，确实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哎呦，宝爷，迄你都唔知咧哦，白玉堂偌歹咧呢？看来吼，伊来遮拢唔是好意的哦，敢若要相拍就行呢。伊刚来遮找无着典技师，一定会过来。宝爷，你看，敢着爱下命令将伊甲抓起来？千万不可！包大人，白玉堂只不过是不满币值义妙的放火，这纯粹是意气之争，而且伊并无犯罪啊。典技师，万一你来白玉堂，伊若来开封府遮代志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典技师，你看白玉堂是毋是会因为你？包大人，含公道五义兄弟，也是江湖上的豪杰，因绝对袂乌老了事的。既然若安尼，咱就莫管。听下后日伊若搁再来的时阵，才来拍死。大人免讲。典技师，你昔日告假，是毋是有去含公道？有，但是并无机会见到五义兄弟，所以并无结果。那安尼看起来，你甲白玉堂这款破绽是无法度通避免。比之所担心的是，惊甲包大人你带来困扰。江顺先生，第一在，以你的看法，白玉堂是毋是搁再来开封府？因代志以避之见，开封府内必须严加戒律。抱歉，命你传令下去，开封府严加戒备。恁是要找什么人？伫咧开封府予一个典刑妃，乃是四品带刀护卫，义鸟点招。恁叫什么啊？小李子丁元华，丁元英。王英，你两人哪来到开封府呢？丁兄。你
才互恁好好去讲。哇！娘囝的容貌啊，情介世，比什么风风甲山家啊！搁有超人的好母艺，有形的皇帝过出世。你若安尼，你是安怎要流苏出走，不惜离别的？我敢讲你有啥物难言之隐是？该讲的话，我却唔知是要安怎讲。这也无外人得的，敢讲你连对我都歹势讲？范妹，我实在是无法度通承诺二妹月玲伊对我的要求。因为对你有啥物要求？伊希望我莫甲伊白玉堂计较。那安尼你是安怎唔答应？范妹，你要明白，计较的人并毋是我。我知影计较的人是白玉堂，敢讲你就袂当小让伊是？你看，这是白玉堂亲自送到开封府来互我的。自从问题发生到现在，我总是一直咧让伊白玉堂。但是，若是到有一天真是无法度让伊的时阵，范妹，你是毋是也希望我将我的性命来留互伊白玉堂呢？我无爱。我也知影，你一定会讲这就是我无法度通答应英妹伊的要求。因为是要安怎呢？到有真是迫不得已，必须要面对面拼生死的事，鹿死随手，抑阁是未定之数。无着到迄个时阵，放心的人是你，也无一定。对，安尼好，我随时来去办。好。王月啊，我这是为着咱刘家的名义哦。人啊，敢唔知？好啦，我随时来去甲讲，叫伊去书堂带。
你真牛呢！因祖妈哦，别项的就免讲啦。啊，若讲要对付这只老狗哦，哈，这是真简单哦。对。嘿，伊若无要做人后手有遐尼容易哦，有啊，甲无。什么代志安尼大惊小怪？小姐，俺姑爷已经搬出去啊呢。姑爷搬出去，为什么？此事全是放安林，只怪冤话耳空轻。安林的话，伊句句听信，就是赶走俺表亲。了哥现在是在哪里？树长我自渐行见，安林家做好言好语，讲什么树长清净好吐丝，讲什么眼姑爷若住伫柳家的做人非议。冤话听了是句句伊，小姐，这分明是放安林伊的脚价伫姑爷甲并比人去。小姐，我也有看到安林甲伊的弟弟伫咧交头接面，毋知又在想什么鬼主意，所以比如我才匆匆来告知。那家庙的为人的心胸哦，一点点的苦啊路的，输啊了啊钱。要读书的若无啊，好的环境，怎可会手啊刺，求讲啊命。小姐，伊秘鲁看来，放安林甲伊的孙仔放君雄，因一定会想办法对付咱姑爷。秀王，原来安尼是要安怎？这上介好吼，是互咱姑爷搬离开树堂，另外找一个安静的所在住。一来，伊会当安心读书，通好付秋试；二来嘛，伊毋则袂去中了因的诡计啊。对，秀王，你讲起真对。那安尼，小姐，你著赶紧想办法啦。想办法。我有啥物办法？哎呀，小姐，也毋遐简单，只要你若是摕一点仔钱互伊，伊毋就会用搬离开迄个树堂啊。是啊，秀王，我还阁有手续，要无你替我摕一张纸签，摕去迄个树堂互姑爷。暂时踮这个书堂也好啦，免得互你的表小妹互人笑。感谢姑丈。姑丈啊，哎，姑丈啊，姑丈啊，姑丈啊，啊，这个敢是共兄咧？啊，哈哈哈！来，我甲你介绍，出面来。这个叫做帮君营啊，
是我搁带迄个查某因孙啊。哦，久仰久仰，拄则甲姑丈才伫咧提起你的代志咧。我听表兄妹伫咧讲，颜兄在个八斗，我特别赶来要向颜兄你请教一条细一条事咧。哈？你当时学甲爱死甲死啊？这我早就会晓啊。千加死，我念了7、8年，做事哪有算什么呢？也较毋正教。嘿，安尼好，春敏啊，也你踮遮认真读书吼，也无用做你，无用做你哈。送姑丈。嘿嘿颜兄啊，你一个人伫遮读书，敢袂感觉足无聊的？行行，我带你来城内安尼行行，你想怎样啊？城内，是啊，城内是有啥物好佚佗呢？好佚佗所在真济哦。哦，你是讲名胜古迹？比面是古迹好10几倍哦。哦，咱若安尼是啥物所在啊？乌东巷啊。乌东巷。是啊。乌东巷敢有啥物好佚佗？讲会了袂真的哦。颜兄初次到开封，哪做城内小乌洞，花顶初上是人来往，楼体飞悬升天堂啊！那安尼，迄个所在是啥物好佚佗啊？哎，柳厝年桃花庄，萧行酒搁状元红，南调北唱毋免讲，宴所款为美风妆。做拖正那是真心爽，道理身份飘上光，颜相公啊，颜相公，今夜我做东，请你五东巷来去观光啊，去观光。放兄，咱是一个读书人，要哪会用个去迄款所在啊？迄个嘛袂用呢，有都是在主本风流。小弟今日去带你来做一个风流才子的啊！姓房的，请你莫在遮搅扰阮相公吼，请。你这老财，你敢赶我走？我已经对你有够客气啊呢，你若搁毋走，小等下，恁爸就怎甲你弹出去？你敢？我是安怎毋讲？哎呦！哦，你啊，怎敢翻到？无变，我准你无礼。哎呀，相公啊，你家看即个人咧，歪眉斜眼，毋是啥物好人啦。伊来啊，绝对毋是对你有好意啦，你千万爱小心。哎，相公，你，相公，相公，相姐，是毋是要来找我？我是要来找颜相公的啦。那你哦，是顺煞。我，颜相公，阮小姐伊叫我摕这来互你。这是啥物啊？哎呀，你家己看就知啊嘛。哦，嘿，啊我咧，哎呀，相公伫遐，你莫安尼骹来手来好无？讨厌。嘿，相公，小姐迄字条是写安怎？小姐，约我下暗初几去后花园见面啊。好，去后花园。娇
早会袂记的无？夜风实在真头尾一直寒起来。安尼啦，小姐，无你先入咧房间休困，我伫遮等你就好啊嘛。安尼嘛好，你先伫遮。你哪毋紧去啦？时间无早呢。非礼不行，非礼不当，因夜相约，我感觉足歹势。哎哟，相公啊，恁即落读书人吼，实在是足死板的。人迄小姐是一番的好意呢，啊无得较吼，毋知有啥物重要的话要甲你讲无？啊你无去要哪会用的啦？去啦去啦，啊去好啦，赶紧啦赶紧啦赶紧啦，去啦去啦，拄好袂赴咧，啊去好啦，去。嘿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